至於提到的五色子問題，就更可以看出這種同類相感的思維了。五色子的出現，不單單只是歷史跟材料發展的結果。古代紙張很貴，一開始確實大多是用紙的本色，它背後還有一套完整的五行、五方、五色、五帝的宇宙模型在支撐。法師在做特定的儀式時，比如說要祈求東方青帝的能量來幫助生長，或是要借用南方赤帝的火力來驅散陰邪，這時候使用相對應的青色是紅色的符紙，就是一個讓頻率相同、互相共振的具體做法。你可以把五色紙想象成一個更精準的地址或是頻道，讓法師的念力可以更容易連結到那個方位的神明能量。這個做法跟我們寄信要寫清楚收件人地址是一樣的道理，是一種製造象徵物來貼近大道的智慧。但是千萬不要把這些屬於方法層面的工具變成一種死板的形式主義。如果一個人以為只要換了紙的顏色就自然會得到那種神力，卻忽略了自己的修行、咒語的力量跟那份真誠的心，那就真的會變成了自我感覺良好的表面功夫了。而且一個很實際的安全問題，古代用的紙張是天然的，現代的五色紙很多含有化學染料，這種符絕對不適合燒掉泡水喝。這是現代在使用上必須要留意的科學常識。總的來說，陰陽符的分別應該是這樣理解的：真正的陽符是法師修為很高，直接在虛空用他的陽神所畫出來的，沒有形象，沒有實體，純粹以能量狀態存在的先天符。而我們平常接觸到的，不管是用朱砂還是墨汁、黃紙還是五色紙畫出來的符，它們的本質都是陰符，是用來承載陽氣的有形工具。至於朱砂跟墨汁、黃紙跟五色紙的分別，並不是陰陽本質上的分別，而是古人根據同類相感的原理，為了應付千變萬化的實際問題，比如說是要鬥法還是要安神，要召請東方還是南方的神力，而為這些屬於陰的工具制定出來的一套很精細的應用分類法。明白了這一層，你就不會再執着於哪個顏色才足陽，那種材料才正宗，而是會明白所有的顏色跟材料都只是指向月亮的那根手指。真正重要的是那個月亮，也就是法師的修為、天地的正氣，還有符背後那個借用有形來修正無形，用有形的東西去引動無形能量的永智慧。以上是小道的一點淺見，裏面若有說得不夠周全，或是道理上有所偏差的地方，還望各位大德高道不吝指正，給小道一個學習進步的機會。符的陰陽，最近在靜坐修煉的時候，心裏突然浮起一個問題，就是關於符裏面陰符跟陽符到底是怎麼分的。這個問題真的觸碰到符法很核心的地方，但也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觀念。市面上有很多習慣的說法，像是用黑色墨汁寫的叫鐵筆符，屬性屬陽，是用來鬥法的，或者月要用劍訣在虛空畫的才算是陽符。這些講法也不能越他錯，但往往只講到表面，把一套原本很靈活的道理給碎死、越僵了。如果真的想要搞清楚，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原點，從陰陽這兩個字最根本的定義去想，這樣才不會被五花八門的材料跟顏色搞迷糊，才能真正找住那種藉有形之物來表現無形之道的深層智慧。首先一定要明白一個大原則，在道家思想裏面，陰陽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標籤，而是一種相對的關係，跟對狀態的描述。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來想，你抬頭看天空，天空是虛空的，是看不見摸不住的，但是它充滿能量，星星月亮都照住規律在運行。這種看不到摸不到但確實存在而且在發揮作用的本質，就叫做陽。你低頭看大地，大地是實體的，有形有質的，承載住萬物。這種看得到摸得到有具體形象的本質，
就叫做陰。搞懂了這個根本的分別，你就可以理解到，不管你用朱砂還是墨汁，不管你畫在黃紙、紅紙還是五色紙上面，只要你一落筆在一張紙上面，形成一個有形有相的圖案，這個動作本身就已經進入了陰的範圍，因為你創造出來的是一個具體的、可以被看見的載體，一個屬於陰的東西，而你在虛空之中用手指劍訣，用你的意念，用咒語的力量，在那個無形無相的空間裏面凝聚天地之氣所寫成的符，因為它沒有一個固定的形體，純粹就是一團能量的結構或是信息場，那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陽符，也就是道教裏面講的先天符或虛空符。修為高深的法師就是有能力直接畫這種無形的符，直接用自己清淨的陽神去感應溝通天地間清淨的陽氣，達到以陽感陽的最高境界。那麼回到具體的應用上，我們平常看到的那些畫在紙上的符，不管它是用什麼顏色的紙，用什麼顏料，它們的本質其實都是陰符，或者講得更準確一點，是用陰性的載體來承載陽性力量的符。這個以陰載陽，就是符文化最核心的秘密，用一個有形有相的屬於陰的載體去承載、固定跟傳遞那一股無形無相屬於陽的能量，就像我們要用一個杯子陰去裝水陽一樣。沒有杯子的話，你很難把水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。同樣的道理，沒有那張符紙的話，一般的法師就很難把自己的念力、咒力，還有天地之間那股正氣凝聚在一起，然後交給信眾去使用。既然大家都同樣是陰符，那為什麼又會有朱砂跟墨汁、黃紙跟五色紙的分別呢？這個分別其實並不是陰陽本質上的差別，而是古人在很長的實踐過程裏面，根據同類的東西會互相感應這個原理，為了達到更精準的效果，而制定出來的使用說明書或是應用分類法。提到的黑色墨汁寫的是鐵筆符、祝陽，用來鬥法。這個說法其實是把應用的範圍跟陰陽的本質吸混在一起了。墨汁是黑色的，在五行裏屬水，水的特性是滋潤、向下、偏寒涼。在五行歸類上，它的氣質比較偏向陰裏面的陰，所以當法師要處理一些需要強力肅清、鎮壓、驅逐的事情，比如說很惡的鬼怪，他就會傾向用墨汁，借助他水的那種寒涼肅殺之氣，去增強符膽的殺伐力量。這種符在應用上被歸類為武符或者乙鐵筆符，但是這裏乙它屬陽，是指它的功用是積極、主動、向外發射的那種陽性的作用，而不是乙墨汁本身或是那張紙是陽的。同樣的道理，朱砂是紅色的，在五行裏屬火。火的特性是向上燃燒、溫暖發熱，它的氣質比較偏向陰裏面的陽，所以當法師要處理一些需要安撫、鎮定、扶正的事情，比如說人被嚇到魂不守舍，他就會用朱砂，借助他火的那種溫暖光明的特性，加上它本身仲鎮安神的藥效，去安定人的心神。這種符在應用上就被歸類為文符。所以朱砂跟墨汁的區別，是古代的法師憑住對萬物屬性深刻的觀察，為手上要用的工具找到最適合的用途，而不是它們本身就代表了陰陽的兩個極端。